高雄有家长找儿母个囡仔煞拄着诈骗，互人指控的是一个姓李有合格证书的儿母。伊互人指控讲，干那个囡仔3工尔，就要找理由要请假，搁要代先领钱。家长录影片是提醒民众，煞发现至少有10外个家长也拄着同款的状况。社会局讲已经发文取消伊的准公共服务合作契约，2月21已经废止伊的托育服务登记。 找儿母去拄着诈骗，高雄家长黄小姐家己翕影片大就网，提醒希望莫有其他人哄骗。一直跟我拖延，我越想越奇怪。这个大文引起其他家长反映，至少有10外人互人骗，而且手法差不多，拢是签约了后先收定金，也是先领儿母费，再搁以爸母破病各种理由请假，无履行契约。跟我请假这样，说1天他就回来了，结果后来第2天他又说他没办法回来，然后第3天、第4天，所以那时候他已经跟我预支薪水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。经过对讨，姓李的儿母向黄小姐3个月费用，不过早伫去年11月，中华道家长去互人骗，敢若会当提过讨回定金3万8。后来他有还给我2000之后，我就觉得不妥，因为我不知道他还要拖多久，我就跟他讲说。 就是后来我还是说要提告好了，因为他是算诈欺，后来他就消失了。女性保姆的行为确实违法，所以在2月14号就终止跟女性保姆的准公的服务合作契约。另外在21号废止女性保姆的居家登记服务证。 因为姓李的儿母有领合格证书，照顾嘛真专业，家长无怀疑。社会局经过调查，已经废止伊的居家托育服务登记，嘛提醒家长签约进前，会当向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咨询，保障家己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